败者，你是一个失败者，它是一个控告，但是你要起来拒绝这些控告，还有这些魔鬼的声音，用神赐给你的信心来宣告：我是一个得胜者，我靠着神的力量，我来得胜了。阿们吗？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大过一切的问题和困难，所以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我们的祷告已蒙应许。在未来，我们会有新的机会与突破来到这个时候，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。我们要一起引领你们进入奇妙的丰盛的敬拜，蒙福的敬拜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《Happy Day》。